主后2025年6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生命的转化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26节到40节。做天使甲腓力讲，起来，往南边去，行对耶路撒冷，落去加萨迄条路，迄条路已经荒废。腓力起来就去，伊伫路中拄着一个伊索匹亚的太监，这人是伊索匹亚女王甘代基的财务大臣。伊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，拄要倒去，坐伫车顶伫读先知以赛亚的册。圣神甲腓力讲：“你行进前，我去缀迄台车。”腓力走我去，听着伊伫读先知以赛亚的册，就问：“你咧读的有了解无？”伊应讲：“无人甲我解说，我哪会了解？”太监就请腓力上车，甲伊做伙坐。伊伫读的迄段经文是安尼：伊亲像羊，互人牵去抬，亲像羊仔伫检问的人面前无出声，拢无开喙。伊忍受凌辱的时，无人替伊主持公道。什么人会当说明伊的说话？因为伊的性命对地上消灭。太监问腓力：“请问，先知这个话是指什么人讲的？是指伊家己，还是指别人？”腓力就对迄段经文开始，对伊传耶稣的福音。因对迄条路落去，到有水的所在。太监讲：“遮有水，我减袂用得伫遮领受洗礼。”有的抄本有37节。腓力甲伊讲：“你若专心信，就通受洗礼。”伊应讲：“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。”太监叫车停地，腓力甲太监两个做伙落去水里，腓力就甲伊洗礼。因对水里起来的时，做神甲腓力接去。太监无阁看到伊，毋过还欢欢喜喜继续伊的旅程。后来有人伫阿索都看到腓力，伊沿路伫逐个城市传福音，一直到凯撒利亚。生命的转化，做天使对腓力讲话，伊往南行，伊就起身前往。腓力对耶路撒冷往南到加萨旷野的路中，拄到一个伊索匹亚的太监，伊是一位高级官员，伫伊索匹亚女王甘代基手下管理财务。这位太监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。归途中，伊坐踮马车顶，上图先知以赛亚的册。迄时，圣神吩咐腓力去靠近伊。腓力听叹圣神的命令，接近太监的车。腓力走我去，听见太监拄咧上图先知以赛亚的册，就问伊：“你咧读的有了解无？”当伊索匹亚的太监互安尼询问的时，无因为伊位高权重就感觉受冒犯，反倒以谦卑的态度，请腓力为伊解说经文。这位太监了解家己无能力读捌上帝的话语，伊较无上帝的话赢过伊的民主问题，伊愿意虚心接受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，进而受洗，成做上帝的儿女。当伊索匹亚的太监
较无要明白圣经的话语。圣神感动腓力，诚做伊的帮助者。腓力为伊阐明内心的疑问，满足伊要喙焦翕目伊的心，互伊最终领受救恩，得到真正的喜乐。反观21世纪的基督徒，试问当咱读圣经的时，敢有真正有明白？伫还无明白的时阵，敢有想办法互家己明白？毋知影你是毋是有听过身躯边的人安尼讲？每次读圣经的时，就真想要困一下，所以困袂去的时，只要掀开圣经，一下仔就会困去。读圣经真无聊，遐个拢是几千年前的故事，甲咱有啥物关系？圣经真好捌哦，安怎读拢读毋捌？牧师的讲道常常问题斗袂活，内容和经文无关联，而且真侪内容拢是对网络直接抄写过来。这个现象其实发生伫你我之间，除了反映出真侪基督徒对上帝话语历史无当作一回事之外，也显示教会牧者需要深自检讨。事实上，还是有真侪信徒真较无上帝话，但是当因读毋捌圣经，寻求牧者帮助的时，牧者却无法度阐明圣经的话语，互信徒了解，无办法互信徒对上帝的话语得到满足。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讲，教会是奠基伫上帝话语上，因为安尼，无论牧者还是信徒，伫咧阅读圣经的时阵，拢应该持守对上帝话语的较无甲看重，搁伫上帝的话语中找求智慧甲力量。每当咱读到未明白的经文，通找求圣神开启咱的心眼，互咱会当明白上帝的话语，互咱会当伫即个充满挑战甲困难的世界中，活出基督的生命样式。当咱经历上帝话语带来的生命转化，必定会当得到救恩的喜乐。默想，我意爱读圣经无？我通常用什么心态读圣经？我意爱读圣经无？我通常用什么心态读圣经？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求你使我有一粒愿意聆听佮顺探你话语的心，帮助我伫读圣经的时，搁较深认捌你，有搁较济会得到，搁较济会成长，搁诚济搁较济人会祝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